一場騙局後的悲劇和恩典。創世記27章，誦讀27章第5節至25節。以撒對他兒子以掃說話的時候，利百加聽見了。以掃往田野去打獵，要把獵物帶回來。利百加就對他兒子雅各說：看哪，我聽見你父親對你哥哥以掃說，你去把獵物帶回來，做成美味給我吃，讓我在未死之前，在耶和華面前為你祝福。現在，我兒，你要聽我的話，照我所吩咐你的，到羊群裏去，從那裏牽2隻肥美的小山羊來給我，我就照你父親所愛的，把它們做成美味給他。然後你拿到你父親那裏給他吃，好讓他在未死之前為你祝福。雅各對他母親利百加說：看哪，我哥哥以掃渾身都有毛，我身上卻是光滑的。倘若父親摸着我，我在他眼中就是騙子了。這樣我就自招詛咒，而不是祝福。他母親對他說：我兒，你所受的詛咒臨到我身上吧。你只管聽我的話，去牽小山羊來給我。他就去牽來，交給他母親。他母親就照他父親所愛的，做成美味。利百加把大兒子以掃在家裏最好的衣服給他小兒子雅各穿，又用小山羊的皮包在雅各的手上和頸項光滑的地方，就把所做的美味和餅交在他兒子雅各的手裏。雅各來到他父親那裏，說：我的父親。他說：我在這裏。我兒，你是誰？雅各對他父親說：我是你的長子以掃，我已照你吩咐我的做了。請起來坐着，吃我的野味，你好為我祝福。以撒對他兒子說：我兒，你怎麼這樣快就找到了呢？他說：因為這是耶和華你的上帝使我遇見的。以撒對雅各說：我兒，靠近一點，讓我摸摸你，你真的是我的兒子以掃嗎？雅各就靠近他父親以撒，以撒摸着他，說：聲音是雅各的聲音，手卻是以掃的手。以撒認不出他來，因為他手上有毛，像他哥哥以掃的手一樣。於是以撒就為他祝福。以撒說：你真的是我兒子以掃嗎？他說：我是。以撒說：拿給我，讓我吃我兒子的野味，我好為你祝福。雅各拿給他，他就吃了，又拿酒給他，他也喝了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平安。今天我們要一起回到創世記第27章，這恐怕是整本聖經中最像電影情節的一幕。想象一下那個帳篷裏的張力，連埋眼花的父親以撒，正摸索着面前這個手臂包着羊皮的兒子。雅各的心跳一定快得像擂鼓一樣，他會被識破嗎？以掃會不會隨時從田野獵人回來，手裏提着父親最愛的野味？這是一場驚心動魄的騙局。當我們初讀這段故事，我們很容易感到憤怒。這是一個野心勃勃的母親唆使兒子欺騙連埋父親的故事。我們會問，上帝怎麼會容許他的祝福透過這種卑劣的手段傳承下去？這是不是違反了我們的道德觀？然而，如果我們停下來仔細審視這個家庭，我們會發現，這不僅僅是一個關於欺騙的故事，更是一個關於破碎與恩典的故事。在這個故事裏，沒有一個人是完全無辜的受害者。首先，我們來看看以撒。我們常以為他是被欺騙的可憐老人，但聖經作者暗示，這場悲劇的部分責任在於他。以撒年輕時曾因順服、溫和而被讚揚，但在這裏，他的溫和變成了懶惰與被動。他沒有像父親亞伯拉罕那樣為兒子尋找信仰純正的妻子，導致以掃娶了2個黑人女子，讓家裏爭吵不休。更糟糕的是，以撒試圖違背傳統，按照慣例，臨終祝福應該召集所有兒子，但他卻只想偷偷祝福以掃。為什麼？只因為以掃能做他愛吃的美味的餸菜。這樣我們看到，以撒和以掃一樣，為了口腹之欲，為了個人的偏愛，竟然想繞過上帝對雅各的揀選。他把個人的胃口置於屬靈的原則之上。再看以掃，他娶了迦南女子，輕看長子的名分，追求眼前的滿足。他的眼光始終只停留在物質和當下。而利百加，雖然他曾是那個充滿活力、
願意遠走他鄉嫁給以撒的完美新娘，但她的強勢在這裡越過了界線。她看見丈夫的失職，她找出丈夫致命的弱點，選擇了用欺騙來回應。至於雅各，雖然他曾提出異議說，萬一父親摸出我來怎麼辦？但請注意，他擔心的不是道德上的對錯，而是後果上的成敗。他害怕的是被詛咒，而不是欺騙父親這件事本身。所以，這是一個徹底失功能的家庭。父親被動且貪吃，母親操控且偏心，哥哥輕浮，弟弟詭詐。每個人都以自我為中心，每個人都在按自己的血氣行事。這是否意味着聖經贊同利百加和雅各的手段呢？絕對不是。雖然經文沒有直接跳出來寫住這是錯的，但敘事者用後來的歷史告訴我們，罪是有代價的。這場騙局雖然成功奪取了祝福，但利百加付出了慘痛的代價。他對雅各說：你逃走吧，過幾天再回來。沒想到這幾天變成了20年。利百加直到死都再也沒有見過他最心愛的兒子雅各一面。而雅各這個揸住腳跟的人，這個欺騙者，後來也嘗到了被欺騙的苦果。他逃到舅舅拉班那裡，被拉班10次改了公價。他在新婚之夜被騙，娶了利亞而不是拉結。他用羊皮欺騙父親，後來他的兒子們用沾了羊血的彩衣欺騙他約瑟而死。他的一生充滿了掙扎與痛苦，正如他晚年所說：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。聖經是誠實的，他讓我們看到，即便上帝的旨意透過這些事成就了，但人為自己的罪惡手段，依然付出了沉重的代價。那麼，為什麼上帝還要將這段不光彩的歷史記錄下來？這正是這段經文最核心的神學意義是：上帝的救贖不依靠人的完美，他的恩典超越人的軟弱，他有主權與恩典。以撒在發現受騙後，無法收回祝福，因為在那個時代，臨終的祝福被視為一種必然實現的預言。以撒確認了雅各、以色列將承受應許。這顯示了上帝對亞伯拉罕的應許，並沒有因為這個家庭的混亂而落空，這給了我們極大的安慰。如果上帝只是用道德完美無瑕的人，那麼救贖歷史早就終結了，因為沒有一個人是合格的。這個故事告訴我們，上帝的揀選和恩典大過人的過犯。雖然以撒失職，以掃輕浮，利百加操控，雅各詭詐，但上帝依然在這種混亂中掌權。他沒有因為雅各的卑劣而收回揀選，也沒有因為以撒的糊塗而廢掉應許。弟兄姊妹，也許你的家庭也充滿了傷痕，也許你覺得自己常常軟弱，甚至像雅各一樣跌倒。這段經文提醒我們雖然會失信，但神仍是可信的。這不是叫我們去效法雅各的詭詐，而是要我們讚嘆上帝的恩典。正因為我們如此軟弱，他的救贖才顯得如此寶貴。他能在我們生命的廢墟中重建他的榮耀。讓我們一起禱告。親愛的天父，我們感謝你，因為你是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也是我們的神。主啊，當我們看到聖經中這些人物的軟弱時，我們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感謝你，你的計劃不因人的失敗而受阻，你的恩典大過我們的過犯。求你幫助我們，在軟弱中學會依靠你，不做籌算詭計的人，而是做信靠順服的人。願你的旨意成就在我們不完美的生命中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禱告，阿門。